痛痛买千人 Q U。真的，这个太赞了。该行忙可以学习啲咯。哎，这架是小改工吼，阿曼古吼，今年又来吼，大家真的是有口福。哇，这件呢，阿娘评审妹唔敢分数哎，李总已经想好哎。哎，真的投鸡蛋哦！连黄都不给，而且你动作就乱。他昨天晚上搭帐篷在这里那不逆就都扎营。等一下我老婆。哇，了2天呀！我们说这你放时间，因为啊，好看哦。这个是家庭主妇都会的啦。你这样子，有些正在看节目的，换台，不要老公台。那我跟你说嘛，都带都都带我编嘛跟咯，都带编嘛跟。为了继续看海。鱼有姜，鱼有素，鱼有蒜，啊，口感是多好，非常的合的，客家人的调味。好，小戴师傅你知道嘞？哎，刚刚蛮咩姐还袂讲诶。够妈盖酒，天哪！哇！不止听。其实我就没了啊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主。係祝福呀！今日呢，你來到新竹一個新埔也特別哦。其實呢，來到天固然會發現到，哇，全台灣各地客家人呢都很高誒。係啊，尤其吼，那種年下到嚟就係李總。真嘅動感車李總嘅時候嘅，其他就會讓你來做宣傳呢。係啊，今日唔單場就李總哦，還有班長沒來咧。真嘅，基本呢，棟棟都係那個管理階級咧，都是要敬禮的這種階級。對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小戴師傅。大家好。小戴師傅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李志六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六。PT Dragon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照哦，佢係用嘅表姐弟啦，嗬，分享到燕東姐老英基哥，歡迎。英基哥呢，就係你猜題嘅李總咯。李總好。李總好。好，大家來分享到兩篇係來自新埔嘅阿古老出五強下來，范曼梅范鳳珠，歡迎。曼梅阿姐咯，就係嗬講出去大家會講聲音嘅家政班班長。真嘅，佢喺阿曼谷堂講呢，連院長都會堂假發。係啊，都要這個敬禮3分。對，估錯佢咩唔是畢業啦，嗬。係啊，就直接判贏了嘛，嗬。係啊，因為李總一定會搬曼谷人咩？係啊，會嗎？會。會啊。哦，這樣本坤啊，想問一下馮主任導演，一條新埔菜天人嘛，嗬。要推薦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冇？一定做嘅係你新埔嘅王麗園嘅點心店，嘅生意過好，炒板條、炒薑絲太草，一定出名。一般來講最少一定20分鐘到40分鐘，哇！20分鐘到40分鐘。唔過唔怕，今日就搶到幾多落嚟煮啊，比幾多行較好食咯。係哦，係嘛？哦，所以兩片係來自新埔強榮嘛，我推薦人家串湯。田媽媽，我你想反呢？我想法。田媽媽是一個連鎖的。哦，唔係田媽媽嘅名啊，農會嘅。我該做乜嘅動作名咧？慶祝啦，都係要開會啦、聚餐啦，從頭為到嘅田媽媽嗰度呢學。係啊，該行慢可以學習啲咯。這架是小改工吼，阿曼古吼，今年又來吼，大家真的是有口福。哇，真嘅呢！阿娘平時咩唔敢分數誒，係啊。哦，嗰時候菜天呢，真係當到好食咧。你看兩組都係小嘅好食嘅店哦。唔過今日呢，出席了太廚師搶到節目當中來 PK 一下，馬上就會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特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定拓變上地度嘅食材。沙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來出好菜咯。一下你有來看一下到底一家之主變上地度最緊要乜嘅好嘅菜色咯？係啊，強配一下。來，打開來，大家看。嚟到新埔嘅變上要乜嘅呢？接聽愛說，
水润表。哦，水润饼，葱头，耶，哎，狗妞，这个怎么买得到？黄金蛋，你要学佛，我跟徐姐去听我学的巴沙鱼，巴沙鱼片，然后这个是回麸啊，哎，对对对，还有个酸糖的水饺皮啊，无论耳绒切啊、糖啊、做面条、做肉蛋，还有旺菜、蛇泥瓜，这个番椒。粥的好朋友笋干。好，按杨威发呢，你先马上来进行小组讨论。你付出的有相关的哪么干吗？有啊，这拿个豆瓣酱跟蛋，豆瓣酱、蛋高油、洋葱。葱菜好，好，来集气一下哈。 OK 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还有仲有旺菜，旺菜、哎，水饺皮，水饺皮，因为拿来爆，也係拿来切挑。拿来爆，好，還要買，還要兩行，又軟，還要熱紅嘅，还有豆瓣酱，有一個味道嘛，對不對？嗯好，假使決定等下都有東西都摸呢，我們選一個備案。反正你要想拿嘛就拿嘛嘅，拿嚟轉來嘅，等佢討論看樣嚟做。好，安尼。哦，來，有本來，出到三毛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兩下呢兩組都已經討論好勢，有想法嘅哦。按楊威發，馬上就來派出第一棒來猜拳，好不好？來，最強棒，李總，滿妹姐，李總，哇，李總對滿妹姐，按照李總咁出拳嘅呀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李總已經想好誒。哎，真的投雞蛋哦！快啲成。哎，兩行都半斤。哎，你下話慢慢啊，這慢慢眼，我嘛該眼哪本？旺菜，旺菜，啊娘不看沒有中嘅。一樣绞肉，搞牛。好，c'est牛。好，好嚟，換第二棒，煙冬雞，來，好，你下話鳳珠阿姐，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延款。把煙冬雞先起到這，我幫你拿好了，鳳珠雞我買啊。水餃皮，我要爆水餃啊。哦。還有嘛？有絞肉，醬哦，誒，老皮講。對啊，菜脯啊，哎呀，娘不看沒有嘿。都挑家裡有的。他變相按到。好了，有啦，煙冬雞來問咯。上好食哦，因為高牛不一樣拿這位。安尼咩都得，該葱頭，安尼咩都得飽啊。啊用實在的哦，對對對對。用炒的吼。哦，先好咧哈。啊，唔過呢兩組都已經先後出界色彩，應該已經有想法嘅。請問看啊，風吹有信心冇？有。加油哦吼！李總，所有嘅李敏都看得你哦。哦。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來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嘅相機嘛，有信心哦！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來比賽了。緊張咯，今日拖嚟一西紅食材，想我嚟做乜嘅料理咧？是該種來亂做亂批，哦，按老了嘅食材就是炒好嘅時節用亂批來爆，哇，有點像個壽司安嘅概念。誒，李總，今日有冇有閒來參加呢？而且佢動作就來，他昨天晚上搭帳篷在這裡我啊。本意覺得扎營。沒有事，等一下我老婆哇，來2天呀！也是來比賽，我們很支持你們，你哋有節目啊而。且運動支持我兩個生意擺動出嚟，你乜嘅冇乜來啦，休嗰時冇天陰乜嘅，佢馬上嚟準備好。係另外一素菜吼，拄好拄到係發湯啦，對，臨時的，第時讓對讓你節目講吼，趕快來這邊。鼓手嗬，誒兩個李總呢，年年獻就會年年到。係啊，因為我都之前開始個下子當一次都有節目。很仔細經理，嚟這裡。謝謝李總，很仔細。禮拜六係曼谷，咁就可以好好認識。好，因為一有節目啊，因為客家人哦，每日缺點係唔好行出來啊。哦，係誒，所以話找人客來咧，到咧太謝前難。唔過因為誒所以曼谷哦，佢要60人嘅學員啊。簽機啊，輪一輪哦，唔知幾多學生。好得叫出來。佢李總平常一天我都會煮飯，因為李總嘅基本的一個條件就係乜㗎？炒米粉、漢甲、鳳川肉片湯，呀，一定會煮嘅嘛。一定會。一定會啊。而且派個派佢菜條湯。對呀。咁鼓手煙冬季係呀，姐姐。係哦，
李总，你们今天啊，你看又拍曼谷人对边，我看根本你数也唔系，样也唔系啊。数嘅话，里面有样拍会送心，样嘅话有样拍讲曼谷嘅劇。送心咩啊？係啊，用曼谷唔會，曼谷當有量。曼谷呢？古所以家講嘅，嚴重以下縣區全部減去。全部減。東三縣區又返鄉又太鄉。因為你有食法通嘅話，來你曼谷嘅好。又在敬禮。古所以講唔得一天兩件事嘅，而家李總突版了。我老幾搞慣啦嗬。哎，不。不過看曼谷你以後啊，係啊，而且點都係嘛事情。煙冬季全條都迷茫，講到班機花。做乜計喏？煙冬季。有哦，有，快講。啊，煙冬季，你本身係做乜嘅條路咧？起屋哎，建築啊，建築公司。你很優秀哎，土木工程呐。哦，很厲害哦。這應該聽定一路講向下走。來去幹。我今天還代表會秘書。我年紀比較大一點，年紀就下台點嘞。伊啊，他係做貴婦，在代表會上班。然後要幸福菜梯吼，冬天去感應啦，全部都附上偏數啊。怎麼樣？想加入新埔了嗎？李總，我加入廖家。走的啊，好，走的。好啊，我先你照顧一下曼谷啊。好。曼谷。喂。哎呀，看你有車嗎？曼谷。他曼谷嗎？跟李總講啊，吼，一聽我老二，哎呦。搞背後來，嚴重咩係愛生涯了離岸嘅，而兩啥係乜嘅關係嚟？咁我忘記。估值。哦，係啊，阿姑到哦，那就是我跟想象一樣誒。係啊。哇！你兩個感情很好呢。係啊，細窮下大到睇。細窮下大到。風燭記細嘅家下。哇！窮下大到睇啊！點樣？窗頭轉來啊，我開班會哈，你窗頭轉來讓我填書。所以根本嘅我哋嘅戰術係乜嘅？會爆水餃。係，因為你該當一變相那都係菜，我菜點收聽啦，我就那個水餃皮啊。唔過要凍好啊，要係啊，我就好啊，要就爆水餃啊。你都要煮水餃，要做煎餃。就煎餃用燙的。我用燙的，一下要順便燙了空心菜嘛，還是順便用燙。對。燙一下擺盤那些有了空心菜。看一下。風燭記。風燭阿姐聊天。你爆水餃嘅薯餃凍乾呢？好快哦！你爆凍醬。哎呀，又爆醬不用愛菜脯下爆。觀眾朋友看到兩片，很隱晦的快轉呢。對啊，風燭記你本身係咪開傳堂的呀？沒有啦。你好厲害。你是聲音爆就好了呀。係啊。那我們問一下風燭阿姐，你個水餃料地位都有叫乜嘅？豬肉啦，葱的啦，安個也黃台青台切的啦，安個撈啲醃啦，撈啲調料啦。哦，咁你就先包一下哦，好。哦，很香哦！已經係大戶人家呢，而且我們甚至可以煎2片。對呀，怎麼還會脆呢？對啊，還是我們一下放到裡面去直接包。對呀，對。哦，對啊，用了地板上做。唔過你叫我炒吧。我炒，哎呀，炒好啊，另外再煎好，煎好放2盤，我們做2份。可以哦，做。用一簡單嘅油去炒開條。係啊，一條嘅。誒，用嘅仲係用油嘅，用一簡單嘅油去炒開條，你油唔會大炒。不過其實都鄉下講真嘅，它甘數唔多，對不對？對，下雨就我們是誰哦？是推廣賞識，我們在台北的話比較有這種感覺，所以我們還是有差啦。現在同樣阿婆蛋蛋自由啊，我們什麼只是自由，我們是蛋蛋富豪。我說阿姐，你爆水餃用不安好看哦？這個是家庭主婦都會的啦。你這樣子，有些正在看節目的，換台，不要給老公看，你投新 Q 嘛？人家都退了，台積電還有機會。爸爸，這個我喜歡。做對嗎？結果是爸爸變總機。做對。好了，好。好，再下。哇，漂亮。OK。哎，發現李總係遠端操控呢。遠端操控。里長就是一個有策略的人。哎哈。有雄爸爸。所以俊基阿哥，你做幾多年了呀？
第9年吧。哇！ 9年呢？哎，刚刚我最佩服的就里长，因为今嘛个事情都会做，就连亚夫卡有生眼镜叫，今没有去怪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孙内唔怪，今没有去天数搞。对呀，这么个关一下。没有，让跟摸拼卷呐。哦，就是这么细腻，圆圆满满。圆圆满满，是董秋满捏头。嗯。阿哥，你做立种自谦啊，还是做马条路嘞？哎，咱未落去瞧希望的。系希望嘅。哦，我跟边杀共都是干爹干妈，都是干爹干妈。因为我都做民宅啦，豪宅。豪宅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我没有听错吧？庙前面这个都是我盖的，都是那个豪宅。所以杨富卡，你自己本身的家应该是非常漂亮。也没有很漂亮的。你们家，你看不刚好从个客厅到房间，差不多去欧多拜有几多分钟？我可以就全啦。哦，他们家平面也有手扶梯啊。就跟贵人地地冲冲。哎，咱们哦，要真件好色哦。梦一这两片剧还有个 U 是难的呢。可是我觉得啊，其实蛮过奖哎。因为我们现在色彩就比你们好，你们那个叫做追高，可是不要忘记志荣师傅很在意什么创意，剑的动向，他们都可以。嘟猴，好嘞。以这道菜来说，现在很难吃得到。嘞，对。也还有洋菜酸台菜。对。都行不出。所以你都要做凉摊哦。对，他一下包2份。要做2件啦。应该这个先来，来。板条先炒酸条，加条。里长好细心。你还有一个。跳板球还蛮漂亮。我们刚刚本来也想要豆瓣酱。跳板球没有炒哦哈。对呀。对。一下全部下去，再下豆瓣酱。你这种很强哦。我都有声音的时间，不看台音全部出现都会做。所以我就3年先4年这样子，可以是学煮出来的。哇。还能买，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，那么就差不多会去差的，时常卖出来我到的。阿俊基阿哥，那严东阿姐，对，你们的那个来尔摩有溜到进步吗？有啊，大进步。哇，我係全部溜到好下，很棒。佢這個叫李慈苑啊，喺鹿鳴里在李慈苑。因為李慈苑係嗎？豪宅搬出去。锦里繁殖場，現在我們台灣算是最大宗的啦。可以去看一下。好啊好啊，对对，给董力那卖超贵的，那个有因为锦里啊，豪宅里面要养什么锦里哦，才会那个财源广进啊。不能都有打上班，他係科技人啊，是經驗人退休啊。那我問一個關鍵問題，你投新 Q 嗎？投新 Q 咧，啊，選那小六咧。你忙一季付耶，你摸還有一張啊，還有一張，人家都退啦，台積電。還有機會。爸爸，這個我喜歡。坐在嗎？結果爸爸變中醫了。台積電可以耶。台積電那個媽媽來偷看，你看偷笑，你看。媽媽。走對嗎？走對嗎？走對嗎？就中醫啊。今天沒有辦法錄影了。哦。沒有辦法專心的。那你就待在這邊，這個先走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看嗎？走對哦。可以啊哈。好了，我還是要工作。走的。哎呦，今日咩講我用電條？用這樣我用糖，那因為我係糖黃菜。哦，你可能客家的哈。可是最高後那個醬料最重要。對。哦，馮叔阿姐，你幫我薯條用唔啱好看哦。其實有點像什麼，你知道嗎？菱角。這個是家庭主婦都會的啦。你這樣子，有些正在看節目的，換台，不要給老公看。哎，我要那個要醋，要那個醬油，一點調酒，醬油，啱咪嘛？一點醋，醋。咁馮菜同埋師姐就加調酒嗎？唔是啊，是再嘅樣子加油。哇，那個水餃好漂亮。係啊，尤其個地位度，我街下可能大家冇看到菜脯係呢樣現炒過誒。那個很厲害，懂厲害。哎，我好像沒有吃過菜脯爆嘅水餃呢。董秋有哦，有的。我們節目裡有。慢慢有點周味了。一般我們只是韭菜啦，肉啦，對啊，高麗菜沒有啊，高麗菜，爆粟米啊。好了，那我們來去倒數了哈。好，現場馬上來倒3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去吃看下鐵館內部開米西卡站掉咯。鐵
关呢，真无简单，因为呢，迄等于讲迄是随堂考啦。先来吃吃看那风吹呀嘅呢，蛋皮包底都会抢出来，睇起来吃吃看那。耶！乱皮呢，剪都有辣酱哎。炒到米线是很好吃。基调系用强加鑊嘅來炒嘅料，所以它的那个蛋液是很融合在一起的，這種感味。跟同自己超樣版，佩服自己。真勁好身呢。如果唔是做過安尼哦，第一擺，一亂唔要加鹽餞嘅，係加條油餞嘅，嘿，特別香。好吃。好，你下問一下曼谷哈，問呢種基調哈，指教一下。當好食，按卵煎到如何啊？唔係燒焦，冇廚房燒，當好食。所以你看，馬嘅是最後都靠把客家媽媽，肉馬嘅煮馬嘅，係冇？所以你下就來切開旺財撈財寶嘅水餃哦。好，加財寶當厲害，因為財寶本身嘅口感非常好切切。而且加嘅醬料呢調到十分好。崩出有冇？有擺盤都順方便都有口感嘅變化。實在冇見啦，是他曼谷厲害啊！地圖就會查冇保錢落去聽你。係啊。哦，厲害呢！尤其呢一套菜項，有大部分呢，工作係鳳珠阿姐負責嚟完成呢。太咸了。我到底是否應用慢上咧，給佢哋看咯。緊張嘅時節到了，倒帶師傅用嘅上法呢，先來唱小戴師傅唱不服輸。耶！好，你下看一下阿亮哥唱不服輸。哎呦，你們挑戰曼谷哎！用曼谷咧。該卵夾噴點，煎得有撈一點調油海煎，該卵香是當香嘅，啊啲味道炒該菜嘛當香，所以來燜兩片。啊，掠到該菜脯就得用下多點拍，該梅頭袂加好。風吹去夾個亂用調油去煎，上面又出來。我家己杯蔬菜撈個豆瓣醬一度，搶出來就炒個切凸嘟嘟吼，當好食啦哈。所以我現在風吹啊，冷吹那邊呢沒當好食，但是呢就是講跟人家水餃就是當一乾呢媽媽做的水餃的米絲當好，但是就是講以啊平常料理來講嘅話，我還係較注重創意啊兩雜事。謝謝。講真嘅呢，一關較難的位啦，最背面一關社長我來看一下這個強數嘅料理，唔過稍後來呢來看一下啊，子龍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來留睇這個分享哦。師傅出台菜。好，呢個子龍師傅 Kitty Dragon 師傅今日又帶來菜名係乜嘅咧？甜多合成珠寶盒。嘿，你這個講嘛？甜到合成珠寶盒。現在客星珠寶盒。哇，因為冬天嘅食物咧，這個做甜點，感覺很高貴耶。來紹介一下食材。主要食材有水餃皮、南水嘅薯條皮，嗰樣馬鈴薯，嗰個葡萄，토마토好，嗰樣客家人嘅甜飯、蟹肉飯，有一般就超商買到嘅蟹肉飯哈，嗰樣係果凍粉、綠茶口味啊，嗰樣係美乃滋。好，好，然後先來做水餃皮呢，用烤箱去烤，烤成一個切一個外皮，啊，做裝飾又做個色，安尼哈。好，主要先攞水餃皮先擀開哈。用扁雪皮做的嗎？沒做的，但是水餃皮口感較好。因為你是做取代該派皮啦。取代派皮哈，溫一些油，要些模具啊，擦一些油。嗰個呢，水餃皮來傾下去。撈一點油就唔會黏到。不用油落去烤佢就唔會黏。啊，曼谷看唔到，啊曼谷我見哦。尤其你還切叉骨呢。然後呢，切一些甜飯。青菜樣嘅切種土豆，因為打烤嘅嗰種樣呢。慢慢即係到那聊落食嘛嘅。難。跟咩人去食啊？啲甜飯啊。要實得的啦。你下又出實得了。而且通挑哦。青菜樣嘅切咗唔怕剁油啦，切條啦。烤啊是基本上啱啱做一下啦。因為烤過去就會軟下去哈，220度。6分鐘，時間關係我本身還有做好一些，而且拿出來看，哦，烤出來就會安尼。哦，那
看起来很像乌鱼子哎。对，哎，金袂用铁咯。唔係，假如叫我變樣啊，裝好了挑出來就會變暗的，從哦，暗的起的，跟完全挺新的。誒，叫做做碗加做得，吃只食又做得，做得食又做得寬醬安尼，新奇好吃又好玩。嗯，所以你阿妹做咧做蛋挞係冇？做得， 6分鐘時就會烤到安樣嘅色芒哦，好漂亮哦。好再落去烤2分鐘哈，烤必熟了，莫不會帶下要必熟了。嗯，呀呢，再表下去烤，同樣2分20度。 2分鐘。呀馬鈴薯呢，來削皮削開以後，一般蒸10分鐘就會熟嘅。等下來攪料嘅，然後葡萄蛋糕嘅哈。哦，我呀呢，我先做裝飾品啊，從個토마토來做起來像珠寶盒嘅嗰種，醬有風有色水嘅呢。你係唔係會翻新嘅寫書節啊？你媽媽冇半年翻新嘅夢想。該有人說。我講誰來我買珠寶盒？我要 Hello Kitty，他們就給他無敵鐵金剛。要葡萄哈來開十字，呢個條玫瑰花喲。木團像花瓣咁嘅哈。哇！我讓你做起來呢。嗯，哦，也係底下要裝飾嘅哈。 真的很少女心，真的。然後來攪呀馬鈴薯，還有蟹肉吧，蟹肉又不用喊咩？哎，鹹甜的哈。哦，切小丁。所以你阿頭菜係你用辦上到啊，會做珠寶盒。就除了吃做工要年糕啊，嗯，一般都拿了鹼呐，哈，哎，色溫奶啊，所以講來做某同樣的方式安尼，變化。做一些胡椒粉哈，可以加胡椒粉。一些糖，那做嘛個加係蟹肉棒啊？哎，有一些海米，老呀水果，我看有同樣的米絲哈。 大冰原來就係啊，有顆粒唔怕啊，都要有顆粒啊。嘎跳跳到奶木恐龍，係啊，你係下面嘅，下肥膏。哎呀，射落嚟變落去哈，安尼又有色水又有花嘅米絲哈，安尼攪好啊，呀，下嚟呀好誒，就來拿出來。哦，更好看呢。曼谷安用看得出幾多嘅木馬干嘛？可能從係邊馬嘅？對，曼谷可以上個都帶都都帶唔係邊馬嘅咯。都帶邊馬干。不然就繼續看下伊。哦，你嘛該出嘅。講下伊嘛都帶馬出條。都啲邊馬嘅看都唔出。啊，慢慢啫，你自家不卡就珠寶盒哦。關你什麼事？以前用保險庫啦。你差幾點就讓佢講的呢？魚又甜，魚又酥，魚又酸，啊，口感是咁吼，非常嘅合安尼，客家人嚟超美。差。小戴師傅你去到咧？你感覺問咩嘢係唔會講嘅？做馬介酒，一走馬介酒啊用啊！因為旁邊木住，我先倒戈了。你先蒙幾耐呢？呀，你哈，阻礙我的前途。該攪好料嘅來補落去，啊，標水過落去，點綴一下。係啊。誒，點綴嘅哈，40角來標落去啦哈。水果要揾其他水果未做得，不過入邊呢，第一入邊我煮果凍，你係水也係油。一水。因為天板吼，做嘛個是會想到撈馬鈴薯奶，因為大家吃馬鈴薯不會想到鐵那個天板吼。要是叫正班可以做這個。馮叔啊，這講到沖涼呢，你講嗎？你要高口哦，有。做啲搶機器哦。這可以是叫正班的班長。啊，我要搞好哦。聯絡一下，聯絡一下。沒啦，他已經拜很兩個台積電的兒子了，比賽啊。不，不問來啊。對，聽聽來。險哦。好。會讓水表，要少水表。啊，等下冷掉就會變果凍。真的？一般哈，我冷水去攪嘅，等佢煮個頭好煮啦。因為我就有經驗，我就一對我就小水冷水冇馬當餐。而且聽我用果凍粉嗎？譬如講吉利丁啊。沒做得，吉利丁沒做得。哇，這個你又是想了多久啊，廖志翠？俺不得磨摔木啊。他真的很認真啊。你僅僅從體5股開始哦，每次都在超越自己。對啊，像佢去搞空啦。
一陣連嘅果凍啊，亮晶晶。佢讓睇住係會就會有立體。一層咧果凍都當落安尼，像膜一樣。像膜一樣樣誒，晶瑩剔透。哦，香港俊記阿公吼，除了安用走字嘛，人家不看還可以撒一點金箔粉。金果都得，那就是真的要拿，还有珍珠粉呢。對啊，加金較好嘅都得啦。搞定了，他们都是师傅素捏好。現場磨。现场磨，当松露一样是不是？師傅他得錢，对啦，對啦，工啊，對技術啊。来换一下位置哦。入面嘅甜菜、黑線、珠寶盒。安妞就好些咯。哇，感谢这种师傅呢，做出大3年呀，他都是富翁了。对于一个珠宝盒，睇起来吃看下哦。好看到真嘅會唔盤得雪咧。來最後糖到嘅咔吱咔吱嘅上進。而家調味當好，加個馬鈴薯底都有咯，胡椒粉，而且呢，老丁跟甜版有冇？鹹甜鹹甜。調解有層次，米通沒有到變化，真係濃好食。平安煮熟，啊，乾拌切切，好食。人家吼珠寶盒都會拿來用啊，拿來代獎誒。哎，你了解直接食落去，佢乜嘢係土豪啊？非常嘅好食，因為每個工哦都係要加嘅煙汁。這個要問滿妹姐就知道了。吃起來哈，又甜又酥又酸啊，口感是種哈，非常嘅合安尼，客家人嚟調味。差。小戴師傅你知道咧？感覺滿妹姐還袂講誒。不過了頭出來，是有口感凍好，凍有層次感，我袂切切，啊底袂拄用解甜板綿綿，然後解馬鈴薯綿綿，啊然後解葡萄有一點順順，凍解膩，凍好。真嘅好食咯，觀眾朋友都不卡呢，要做了吃做看呐。吃卡不卡，要做得做出安樣當景致嘅下午茶料理。不過頭前呢，你風水較排泄得到嘅兩份，撒下來最杯米館呢，拿出你最厲害嘅料理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以家之主叫下來大鬥士咯！好，又到係最杯米館嘅情景中咯嗬。先嚟問一下你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咧？椰油，自家不卡嘅椰油。哇，嗰日嘅呢？提煉出來的一定係清香嘅，對啊，我就直接來問你啦嗬，點樣用下椰油而做出來最杯米出料理菜名啊？都乜嘅？客家滿筍。哎呀，好冇，做唔得半萬股冇面子啦，你養一細細的就好啦。來，最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哈！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你看藍水今日帶來係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風做酒，風做酒，這個可以有試喝的服務嗎？做得，係做得，你也是做得。我今天是一滴醉哦。對哦，用成日咧做嘢哈，做咧雞酒，做咧用咧風做酒，成日咧先咧下腰咧。好，自家做嘅。係。糖講咩係慢慢啊？這做嘛該做得變做半種嘅煙汁，就是因為這個做嘛。你做嘛酒今會做嘅料理菜名按到嘛該？做嘛雞酒，一做嘛雞酒啊？係啊，今日會做嘛雞酒啊？今日你要參加木豬？我先倒戈了。你蒙幾耐呢？所以等下會館是用會館係用呢一種係。水妹熱館，梁生阿姐有信心冇？有。六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好，都得開始。你看嘛，就是最後一關才好看，因為最杯米館是太緊張有辦法
正经的比赛嘛。看我拄好今日天气有啲啲冷冷诶，对，这雪招。我太爱，我刚才我超冷。系啊，哎，等一下周仔先来试酒一下，力不品台浪酒讲，一下见不见天公班吼，都是偏心我们这边，最拄好的两种天气，所以等下雪落去吼，公家，喂吗？啱喎。这个单身，这个我再次强调啊，那知道我们是柔水呢，因为如果没有纯酒的话，这个剩的我可以带回去。你呀，给当都是嘛都会眼嘎啦，因为体育馆冇得到分数呢，快满骨都可以差不多哎。有怨气哦。等下就给你留一罐，好，另一款呀。哇，这个文竹笋好色嘞，勇敢赛，好犀利。你还可以破出来卖你做哎。我就做的啊，自家做的係啊，那这个是什么肉？哪一个部位？猪肉，这个梅花肉那边，梅花肉那边。哎呀，因为呀，一定要比有给，就给你呀，给当都是嘛都会眼嘎啦，因为体育馆冇得到分数呢，快满骨都可以差不多哎。有怨气哦。勇敢赛。加点油啊，哦，也好。啊，跟油都加上来。不要，我用这个，我们自己的油就好了。哎，哇！要盖揪嘛哈。对。你看，这不能浪费，这精华都在空虚让你刮。好久成瓮底啊，爸爸。没关系，一下好，我们还要加水的。一煮牛你来刮下來都係。对。啲。係烤開就好了。嚟講，醫師講以下係合作的，以下你煲湯嘅時間啦。都對哈。这个竹笋很好吃，我超爱吃竹笋。鸭死节的吗？ Q 年呢？ Q 年呢？杭州的包子都按齐耶，这竹笋超好吃。咩你哋大嘅？哦，咩也得。哦。阿里山下那个。阿里山那个叫什么笋啊？那个。阿里山的竹笋美如水啊。那是姑娘。哦。好。冇事吼，我静静去敷一下慢慢啊。对对，某天俺给旁边我比擦。我怕那个刀子会坏掉。是你会坏掉。大家一块钱。啊对，呀冇看到你毒雞牛啊！啊，空空啊！快行還是走了呀？老實講係人移動衝哈。都差不多。好快行還是走了呀？好，來。好，你要折掉。而且這個烏骨雞好漂亮哦，早上才殺的哦。切間肉嘅啊！早先6點然後切間肉嘅，係切間肉。切間肉嘅呢？凍胚啊，你解。看起來就當好食。誒。所以阿姐，你見唔見做嘅做馬介酒哈？嘅酒底下就用做馬酒，唔會15加米酒咧哈。唔係，加啲水冇咁香煙啊。新加坡蠻會。可是陳小姐說加水係邪教。對啊，你炒下嗎？你炒一下。加下白姜馬嘅水啲用係馬油哈。係馬油。可是，你一般煮嘅酒唔會用鳳酒酒來煮啊？按用英國當好食哈。紅燒酒是很少多嘛是做口鹽一片，還會有鹽用。真勁哦！有呢個邊呢，但是就米酒。像我姑媽他們家哈，每年都有兩桌嘛，每年幾多？要登場咯。係啊，要在啲的咯，我呢先進點做？在啲的咯，係在印啲咯，每年國標嘅下漲價。好了，你睇印啲咯。那它下面盛的那個，那沒關係，多少一點。是的，但是我說走在線招啊，走對了，那吃東西都水呢，因為如果沒有純酒的話，這個剩的我可以帶回去。還有啊，以前還要放在乜櫃咧？我跳下看到警察到對面啊。哦。啊，藝術啊，貼那邊貼一下，好，我們等下過到這了。好。好，你阿媽傾起來咧。哦。讓你看哦。就順。對呀。這秘密武器下去了，然後現在我們水開了，沒有？結合湯了啦，不得了了。對。真緊做這個潘總誒。哇！我硬食鵝背嘛，嗰種筍乾哦，幾多種用係3層肉都可以啊。就是夢中筍啊。夢中竹是台灣特有，而且這真的是像我們做很多竹器都是用台灣夢中竹，還到巴黎去哦做展出。這個秘密武器從哪裡找到的，你知道嗎？九江湖嘅燜雞得出名嘅，九江湖嘅啦，九江湖嘅，啊留個調價嘅，調價咩做禮裝？拜託一下，拜託見佢講，用啊用。
啊，干我说我，你咧出人开出去，人家钱都找了嘛，用个啥咧？6点人是出门咧，钱都市场钱嚟嘅钱都，你拜托。好地要滿到哦。哎呀，講要然後用用心啊。有心哦，有 P 到明星嘛？有有，啊，你要有够球，这个东西就是笋，就是要加这个嘛，系啊，加我们的葡菜，就是真的用有机。它有泡菜个对，它的你甜度就是天靠作之合啊，甜度就是靠我们的鸡油嘛。嗯，对，而且哈，唔咩客家人咩董好生呢？很好吃。对，这已经变台湾名菜了。哎，冻豆客家串烫吼，必点就系两种，哎对，好啦，刚才你也到尾差唔多诶，好，俺我哋翕一下。俺哋估計得入邊，已經冇分數啊。我想講，重點來嚟，可唔可以？哦，痛，我好感激。啱咁見我眼提爭哦。哎呦一，片嚟哦， 7個鐘啊嘛。哎，這個仲係哦，哦，一講好笑哦。而且8鐘嘅봉주啊，這咩講發料哦？這個我真的師傅我要喝多大碗的湯。我沒問題。你要不沒有它啦，這樣天哪！哇！唔是聽，可是我就沒了啊。其實那邊還打啲啦，我還唔打痛。莫講天是天，莫唔痛啊，唔痛啊，啊！那種該做同一樣不重樣啦。有阿娘嘅姑姑行好哦，一熟咧是好咧啦，哦一，嘛一路必吃個姊妹。我當香咧，因為電工哦，真一熟啊，這個我蒸熟的，我用電鍋蒸熟的，我用電鍋炊熟的。啊，全部一路。萬姑喊你班人喺度做嘢，家做搶走嘛。一嘛好，加加肯定會參與。冇糖豆啦。這是一個暗示嗎？呢個啊，電筒叫你啦。是不是不會有？哇！哇！這個太開心了吧！咁我就痛買千人 Q U。真的，這個太讚了。哇！這個雞又是這個熟的哈，凍熟啊，6點鐘起啊，這是6點鐘紅葉起。一定會贏的啦。凍氣啊！你一啲袂摸挑梅吼，冇啊冇啊，買到冇用湯啊，冇燒麻椒啦，老姜麻啦。都要皮到香冇啦。有。來，哎，你來都順咯，哦，都順了哈。會血咯。我都而當香加成10多來。煙草馬松葵是都順。血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去吃看啦！最杯米館內部開料理，較針對呢。可能要最杯米館，不管係客家本順館啦，也係啊嘅祖麻嘅酒，好呀，真嘅行客家哦，安樣好呀，你就一格來先咯。會血咯。哇，我這一盤我唔敢不應該看呢，看小戴師傅給上來，好好吃好好吃哦。最主要吼油啦吼，還有個泡菜米湯，也係講越煮越久喎越好食。煙冬季煮都凍好食呢。可以啊，凍好食啦。我又夾到青苔白對啊還，還沒凍好食的時候呢，可以當飯吃啊。真嘅就準飯食。凍菜，那就好食，不菜沒咁好食。好，兩下還是藍水兩片，唔是多多少計，夾夾來選。耶！大家同條啊，真嘅10分甜。超級甜，而且一甜到呢，你會唔記得有酒味。我現在不是在講酒話哦，我係講真嘅，很好食咯。滿姑講不惜重本，他雞放出去追回來，所以今天的雞老了一點，跑不動的那一次被他抓到。早晨頭會寫張詞誒，哎，就是能吃的呀。黏嘛，還有一點酒誒，拜託你們多講一點。張伯傑不管自己戴牙套，也是冇啦窗係下窗的煮下落，下落啲就下。喊做得很好學的。我家就10分鐘啊嘛，解好，我解很好食，冇按軟啊。哦，觀眾朋友看到兩片吼，越甜非常鮮鮮嘅你吼，我到底師傅用乜上咧，夾夾得看咯。哇，要真經東南的啦，吼師傅，讓他應該頭腦很清楚吧？有點水。好了，小戴師傅搶本輸。好，藍水一哦，我們是紅隊。有水咧啊！沒有。你是強台。排泄。好，我忙結束，看一下最美一票，兩個全部分數。哇！平手。逆轉勝。唔係倆做唔好，瞬間未當好食，還有用個誒拍出來，皮糖。未當干唔當好食。我倆到同
真是冻甜，钙又比较香的，所以来不了了。哦，其实还没动鱿鱼的，两边都做得动好。风水那边呢，因为今日用的竹笋唔免在地的，所以叫肉性较肥。好，肉性较肥呢，防身还可以建议就讲，唔多别油加下哈，人家竹笋係落去炒，唔得用皮糖落去嘅吧，會較好食。所以做法可以了嘅改一下，然後講嘅建議哈。啊，呢邊南水那邊呢，冇乜好鹹啦，雞肉然後就落去。師傅呢，就要給個師傅呢合，所以我現在冷吹哈，謝謝。哇，都看天色觀眾朋友，你都係咩吃到講有冷水搭搭啲嘅呢？都不卡啲都咩做嚟吃做看呐，因為啊兩出料理都係當正統嘅客家味哦，甚至已經出來嘅，馬上出來頒獎咧。耶！好，前面嘅比賽哦，一開始你竟然都想講，哇，咁樣嘅變呢，很緊張哦。冇想到，一個結果呢，就老太子教可能上嘅咩強樣啦，兩組不分選址都係打頭名，都個得到2分。先來恭喜風水得到1000元嘅加彩金，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哎，很有啊，很有啊。這個最重要啦，爸爸，我啷講哦，係捱嘅鑽石，而家全台灣有錢咪買唔到嘅，用到有心人氣，送俾你。大家有心嘅辛苦係不賺你啊！做禮盒啊，做寶貝阿公阿婆糖哦，好，恭喜！好，謝謝。恭喜了解後，咱最後真正非常厲害，你看最尾100是得到2分，所以了解咩係大條命，得到係熱血500克嘅加彩金。哦，很有很有，你係全球限量嘅，你係摸咧哦，你係有心人士滿妹姐。好啦，先看呢，你李總呢當用心哦，你一擺參加新電影版啦，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張哦，我非常感謝呢一家之主嘅節目啊，哈，我也非常嘅支持。哦，當然啦，不管到哪搭拍，我廿年頭擺也我都獻出啲嘅。安子姐。所以我講支持呢客家嘅節目，哦，非常嘅好，非常傳統，哦，都非常嘅用心，我都乜感謝你，哦，咁大家。恭喜安子姐。謝謝。跟同志，咩將你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冇？啊，非常歡喜啊！哈，做到咧參加呢個節目啊！哈，未係第一擺參加啊！哈，當選起啦，希望下擺啊！哈，係有機會啊！哈，還未做到咧報名參加哦！希望大家哈，大家辛苦啊！哈，安子姐，謝謝。好，大家落去訪問一下今位最重要嘅角色，即係萬妹阿姐。到大家分享今日參加比賽嘅感想。今日咧參加了，一家之主呢，是可以做得學到今日嘅廚師啊，來做嘅鹹筍甜嘅甜品，佢來做本大家取雪，俺大家也能夠學得到，哦，非常係好，羨慕大家啊，羨慕大家。好，大家來訪問一下鳳珠阿姐哦。今日做雖然係做甜手啊，小幫手，不過看得出來鳳珠阿姐哦，佢本身係動小煮。沒有，羨慕了後一家之主嘅節目，哦，本了都有按好嘅機會，按到學習，哦，然後按到了的工作人員辛苦，哈，大家辛苦，謝謝阿姐。好啦，真係當感謝哦！你看你搭擺來到新主題曲哦，不管新婦也好，主動也好，各個新竹嘅鄉鎮哦，真嘅真有人情味，真有客家味，咩真有好料理嘅味道。係啊，今日2片哦，都好似係係李總，亦係班長，分享所有嘅朋友，無論係乜嘅種，都做啲分享，大家唱下咧，報名參加比賽哦。冇唔錯，依家只做電電影，向下來到有特別嘅大雕師來刁鬧一下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拜。好像有點像。謝謝。